很多新人结婚的时候，大多数都会选择西式喜饼，因此很多传统饼店就逐渐凋零了。但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卓兰看看这一家客家喜饼老店为什么可以屹立不摇。老板说他坚持传统味，但包装还有内馅可多了很多创新的研发，在市场很受到欢迎。位在卓兰的这一家客家喜饼店人潮络绎不绝，老板大方请客，让游客感受客庄的好客与热情。買到以後跳沙，放年媽食掉跳沙歌豆沙核桃、豆沙肉松、卤肉豆沙等等，商品的类型有20几种，松松软软，不甜不腻。游客几乎是人手一袋当伴手礼，因为老板38年来坚持传统做法，强调真材实料。光是饼皮就有好几种口味，而内馅也几乎纯手工。不论是红豆、绿豆还是肉饼的食材，几乎都是自制的。他说这样才能够维持高品质。做的是讲，较唔会按甜，即个烧饼都有糖，油饼易烧，所以面食放来都感觉唔会伤甜又唔会油，食到感觉讲。口味较好。每个步骤要求坚持古法，虽然强调少油少盐，但是一样保留古早味。等一下那个麻糬的话，尽量不要给它再粘在一起。像是麻薯，必须要香 Q 弹牙，从里到外计算精准，严格把关。喜饼老店为了跟西式喜饼过招，还特别融入了西式礼盒的包装概念。找了设计师设计礼盒，为客家喜饼换上新装，保留传统又创新，果然吸引很多新人选购。咱来添订的嘛，好啊，来抢啊，来跟你介绍一下。老板的6个女儿接手行销工作，让客家大饼也打进喜饼市场，新人指名购买，因为这样的礼盒多了浓浓的客家味。很多种口味哦，哈。係切假托嗎？係啊，切假托哦，佢很多五福临门的礼盒啦。5種口味就係5種口味哦，哈。不管物价飞涨，老板秉持客家人脚踏实地、绝不偷斤减两的精神。他站在顾客的角度出发，再加上创意不断在心中发想，所以这些商品民众吃进嘴里，甜在心里。松软豆沙甜腻挑逗游客的食欲，层层饼皮细致收买饕客的味蕾。38年的客家大饼6000斤接手传承，永安饼铺的好滋味，继续现做感动时刻。